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海巡署伫婚礼卖了查到1亿8千万的毒品材料，会当制作60万包的毒品假皮包，加在无留入市面。安平的保安有民众发现一只石龟的龟壳顶头，好用红色油彩写一字“不”。农业局讲，这算是虐待的处罚。新闻一开始来看，海巡署高雄查缉队收到情报，讲有人伫婚姻未了地制作毒品，当机监控司机交路，就向婚姻地方反映，申请搜查。现场是找到当做60万包毒品假皮包，3000多公斤的相关材料，价值1亿8千万。经过长时间的监控，了解到嫌犯作业的时间，查缉队员对前门、后门弄入去，直接抓人。海巡署高雄查缉队接到情报显示，有违法的集团伫咧婚林卖料地区做毒品，向婚林地检署申请搜索，查到毒品工厂。麦寮地区查获新兴毒品喵喵18公斤，市级毒品43公斤，制毒原料120公斤，各式制毒化学品计3180公斤。及制毒器具等证物。查缉队表示，抓到3个嫌犯，平常时趁暗时伫咧无人用的厂房做毒品，工厂内底阁有设置抽风设备来消毒臭味。现场一桶一桶的原料，若是做毒品，互人摕去卖，恐惊会危害到社会治安。经估算，本次契获所有毒品及制毒原料，可制成约60万包毒品咖啡包，市值近1亿8千万元。若流入市面，将危害社会治安。查缉队嘛讲，若是食喵喵这款毒品，恐惊会引起喘气困难，出现暴力行为，甚至严重者会死亡。这3个嫌犯年纪阁真少年，所以做毒品。接落来，查缉队会针对原料、供应、甲买卖等等的管道来扩大追查，专案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迪士尼集团昨传出讲年底进前伫台湾的11个频道拢要关起来，按算9月底进前会先关掉国家地理频道顶3个频道年底卫视中文台顶8个频道嘛要收起来咯。NCC 表示讲，迪士尼集团已经有书面的申请，比早终止经营。NCC 是表达遗憾甲尊重，嘛风声讲会裁掉100多人，也毋过劳动部是表示讲还未收到通知。电视开开来看，古装剧也是综艺节目，拢会当伫个卫视中文台来看到。假使讲若是要看到其他国家的野生生态，嘛有部分的民众会选择国家地理频道，不如个迪士尼集团13，因说咧讲，传出讲要伫个年底进前，旗下11个频道拢要退出台湾的市场。迪士尼它调整它的一个资源，把重兵放在它的一个 OTT 的一个平台 Disney Plus 上面。其实我觉得确实有资源配置的一个策略或是战略上的一个考量。学者认为讲，受到观众群因收看电视的惯势，对被动收看甲改做主动选取，加上串流平台当咧来正做观众收视的主流，这迫使迪士尼集团固不自将都爱定性调整资源的分配，要甲这个重心甲转去串流平台。根据了解，亲像国家地理频道、关卫节野生频道这3个频道，因干那要做到9月底，也那卫视中文台拢总有8个频道，干那要做到年底。NCC 证实讲有接到业者来提出申请要结束营业，表示讲真遗憾甲尊重。也那台湾的有线宽频产业协会是建议讲 NCC 应该要适当来放领法规。为什么相同服务，我们传统的有线电视平台却需要受到远较 OTT 平台更严格的规管，而使得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上架的这些频道，它根本没有办法生存。我认为它应该做法规的松绑。协会讲，串流平台的影音输出甲比之传统的电视无受到法规的限制，因的题目取材的跨度较宽，建议 NCC 就爱来放领电视法规，若无未来恐惊讲也阁有频道会退出台湾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性骚扰的事件继续逼，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由淑慧接到民众的定情，指控前新竹市议员现任的政务顾问、新老国际董事长陈鸿辉2当前伫车顶要强奸受害者，佮共他共动手。陈鸿辉伫面册是呛讲，这款无欠命的指控是人格抹杀，强调讲伊愿意接受调查，正面清白。
前阵子嘛已经先甲伊改评，开始展开调查。他说，如果郑鸿辉敢提告，他就敢公开站出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锡惠点名行政院顾问前新北市议员陈鸿辉性骚扰一位商界女性。游锡惠讲，伊接到受害女性的投诉，讲2年前伊参加政商界人士的餐会，甲陈鸿辉第一面见面，规定人食饱了，散摊去唱歌，受害者提早离开。陈鸿辉讲，有司机会当顺路改载。因过伫咧车顶甲强针，抑佫甲下体舔晒，想要对受害者做集体性骚扰。跟他讲这里是马路边，好不好？他居然马上示意要司机立刻开车找一家汽车旅馆。我心里更害怕了，心里想，如果被载离这里，那自己将会更危险。我只好欺骗他，说自己生理期不方便。他听了后便说：“不方便啊，那改天好了。”受害女性事后心内真惊，唔敢接陈鸿辉的电话。因过真不满陈鸿辉是加害者，过去一个发文反对性骚扰，今年5月底一个就任盛通电脑的董事长，所以决定把这件代志讲出来，避免有更加侪人受害。陈鸿辉则是伫咧 FB 发表4点声明，讲无讲明的政治指控是连假抹杀，反指控游锡惠。因为伊个人选情困难，用无证据、无当事人出面的、无出名的抹黑来提高伊家己的声量，强调伊愿意接受司法的调查。坦白讲，我没有任何资讯，我再了解一下。你认为郑鸿辉议员是这样的人吗？我当然不认为是这样的，但我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任何资讯。讲到子弟兵讲到性骚扰的案件，关键民正低调无回应。外界怎么伫咧注意民进党的态度？中央党部讲会搁再进一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桃园一间幼儿园传出讲有查甫老师、有查某学生和查甫老师性骚扰，已经转去其他幼儿园。议员是要求教育局得爱调查追踪，嘛爱对这个囡仔来进行辅导。这间幼儿园是表示讲，这个查甫老师已经立即接受调查，也毋过老师是感觉伊家己真冤枉园方嘛表示讲，查甫老师伫幼儿园，囡仔是要抱还是唔通抱，有真侪真困难的所在，上好是定出标准。桃园一间幼儿园传讲女学生和老师性骚扰，查某囡仔妈妈甲议员讲，囡仔转来厝了，看起来心情真歹，抑个出现退化行为，突然间讲要食黏水啊。一问才知影讲，查甫老师敢若是假借讲衫正水，伸手伫咧囡仔的胸腔甲巴肚之间扫，囡仔无爽快。孩子在学校被男老师称赞胸前的亮片很漂亮的名义，来抚摸女幼儿的肚子到胸部停留多秒的时间，孩子感到很不舒服。事实上，这个老师已经是5、6年的老师了，对，所以他自己自愿就是先离职，然后来被调查，他会去性别平等委员会说明。针对这件案件，议员要求教育局积极调查，继续追踪并且辅导查某囡仔心理健康。幼儿园也讲，这个查甫老师已经辞职接受调查，因过感觉真冤枉。讲到查甫老师伫咧幼教现场的困难，亲像囡仔若走来要摸老师，到底当该抱也是袂用抱，若是无抱会讲老师无爱囡仔，抱落去又搁讲性骚扰，希望这场会让优先查甫老师定出一个标准，协助幼儿转介至邻近的幼儿园。那针对幼生的部分，后续也将安排专业的辅导人力来协助心理辅导。教育局讲，经过调监视录影带，公布完确实有播囡仔衫顶头的亮片，针对是毋是有不当的接触，已经开违法事件调查处理信息小组会议，讨论决议受理，也提请认定委员会讨论。若是有违法，将会依照规定，处幼儿园加教保员罚款，或者是参考认定。行为人1年到4年，或者是终身拢袂当伫咧幼儿园服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新北市邦桥一间幼儿园饲囡仔食爱困药案件，继续的传烧。新北市长侯友宜昨亲身出席议会专案报告，接受议员的质询。外界认为讲市长目前的策略是已经较主动了。侯友宜早起嘛，搁再批评讲有部分人士故意操作抹黑。新北市政府嘛，搁再开记者会，公布通报的时间甲处理的流程，强调讲司法的调查甲行政调查是做伙进行的。新北市幼儿园饲药案件引起社会注意，
新北市长侯友宜13正低调参加路州区的活动了，主动到市议会接受质询。外界认为伊的政绩怎么是反守为攻。侯友宜早期伫咧接受媒体访问时阵，搁在批评一寡有心人士伫咧操作画恶。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真的太多的操作假信息，不断的抹黑的事情出现。赖副总统在中央的打假信息的打假办公室，不知道有没有在运作？到底是假装打假吗？新北市政府继续召开处理幼儿园司法案件记者会，除了在这边说明经过，也强调司法调查甲行政调查是同步伫咧进行，也强烈反击一寡不实的谣言。不仅不要制造假讯息，听到假讯息，请确认过后再从您的嘴巴说出来。尤其是我们的院长，甚至是副总统。所以这个案子有2大部分啊，一个是司法调查，一个是行政调查。不当对待当然包含疑似喂药跟疑似不当管教，就是在5月15号当天同步启动行政调查。针对团工幼儿园甲监视器画面删掉，有敢若是教务员对囡仔进行体罚，包括拍手甲拍卡算的行为。新北市教育局讲，若是查证属实，一定严挺，依照教务服务人员条例从严采取。行为人相关会当罚60万，并且这些人拢未能够再做教务服务人员。记者综合报道。4个大法官的被控提名人哦，今仔日拜会立法院的朝野党团，望立委支持。在野党团是希望因爱用专业良知来捍卫中华民国的宪法。立法议会伫14、9会召开头一届的临时会，来处理大法官人事的动议权。大法官被提名人蔡彩晶、朱富美、陈忠武甲尤碧祥，14早起伫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的陪同之下，去立法院拜会各党团，希望会当有行使动议权的支持。在野党团拢强调讲，会甲被提名人严格审查，嘛抗议这届时间上短，过程伤过啰嗦。检验是不是一个 qualified 的大法官，其实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能够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嘛？时间应该要比较长，好，然后让社会可以有一些讨论。这些人选都有莫大的这个争议。讲白了，这些人到底未来是一个独立的、公正的大法官，还是只是在执行党意的？大家会觉得意识形态太清楚、太浓厚。被提名为大法官，你们是要捍卫中华民国法治跟这部宪法。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专业，拿出你们的良心。国民党团总召集人陈明忠伫见面时阵讲，3年前参与宪法法定的时阵，捌看过有名的大法官伫开庭的时阵竟然伫独居，呼吁被提名人应该为国家社会捍卫法治，毋是为执政党来服务。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表示，被提名人拢真优秀，希望各党爱理性讨论。我们对这4个大法官的资格以及未来的表现很有信心。民进党团提案，伫14至21召开第1届临时会，处理大法官人事动议权。虽然伫专业委员的会议，在野党的委员也是持反对的意见，不过伫民进党人数的优势之下，尾手也是表决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基层的药师一直反映欠药的问题。小署今仔开记者会指出，讲3月中到6月初有200多件通报，其中100多件有建议会当替代的药品，嘛有针对部分的药品专案进口。也毋过有基层的药师是表示讲，伊嘛是拢搁靠私底下甲其他的药局来调货，互病人袂讲无药啊通食。去药房领药啊，煞摕袂着。这是最近不少民众实际上的感受。小署表示，为3月25统计到6月初5，接到欠药的通报的案件是253件，其中有84件已经无欠，建议代替品项有132件。另外，包括一款口服气感的药啊，甲心律不整注的痧，还有无活化 A 型肝炎的疫苗，拢已经启动专案输入。也若外界质疑部分癌症的药啊嘛欠。小署表示，有伫咧监控当中。美国 FDA 公布的14项的癌症治疗用药短缺，那其实我们临床端有使用的有12项，
那目前皆供应正常，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库存，它就是它要有正常的供应，它下订单供应来源，而不是说它就要买着放在那里。小树讲，大病院有相关的机制，欠药的情形无像基层的诊所或者是药房遐尔明显，呼吁诊所甲药房会当善用通报系统。不过基层的药师讲，对通报了后的处置是感觉无啥效果，目前包括接用的过敏药啊、胃肠药啊，拢要真欠缺。药师称在叫无药啊。大家拢伫群组内底互相调配，唔知要当到伫当时。因为叫不到嘛，叫不到，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想要自己缺的，我们就抛市场上缺的，那这个会换到的几率会比较大。基层药师呼吁，爱重新检讨药品分配机制，针对接款药啊欠药的问题，希望中央予大家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亲像当时启动进口甲改善。另外，有关病人性命癌症药的库存。好天就爱即户内娘量早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顶个月底，新北市树林分局的警察为着要抓失联的移工对移工走入去教会，嘛伫楼梯口抓到人。天主教越南移工移民办公室的神父吴文雄就批评讲，警方侵犯宗教自由，无尊重人权。早起嘛开记者会，呼吁警方伫咧抓人的时，应该爱符合比例原则。伫监视器画面看到楼梯间有几位查甫人一直向顶头走，所以几个穿制服的警察甲人带到2楼便所头前，正会行路问话，尾仔就甲人带走。顶个月28号，神父吴文雄伫咧树林的耶稣圣经堂主持弥撒时阵，听到外口伫咧吵闹，原来是有警察入来抓人。神父讲，这毋是第一遍啦，互规场300多人拢真惊。警察已经侵犯对那个劳工的那个人权，然后宗教的自由，在这里我非常不满意这个警察光明正大冲到宗教场所去逮人，这个是只有在集权国家才会出现的事情，在民主国家会极力避免。移工团体要求警察爱道歉，强调逃走的移工并不是罪犯。用这种方式抓无证照的移工，无符合比例原则。抓一个行政规则违反的人，你用这种手段，用这种刑事侦查的，仿佛是刑事侦查的手段，然后进入了教堂。对此，新北市树林分局讲，在咧过程中，警察并无入去做弥撒所在，也无惊了着民众，更加无伫咧众人进前无缘无故盘查。规个过程是迄当阵发现有3个查甫人伫咧附近的银行行掠正可疑，要过来问话，3个人逃走，才会对后壁挨入，可能有影响人权甲宗教自由。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解封了后，真侪民众出国去佚佗台东的饭店业者就发现讲，最近的订房率比疫情期间减少真侪，微小伫歇赖的订房率只有5成左右。业者认为讲，因为疫情过了，无啥物刺激观光的优惠方案，业者希望政府会当继续来提出一寡刺激景气的办法。台东县进入旅游的大月，永年6月的平常时观光景点要是看得到人阵，不过今年算是无啥人。民宿的订房率，即马平常时是无甲3成，房间是空毋空。因若7月份了后，小抓订房的情形，有5成都已经袂歹啊。不过，这种情形甲永年7月份平常时有甲8成以上，订房率是差真侪。业者认为讲是疫情解封了后，出国旅游的人数增加，影响散客伫国内旅游。不过，饭店的业者有企业团体甲国民旅游伫经，也会当有7成至8成的订房率。民宿甲饭店的业者是呈现明显的落差。7、8月份我们所谓的热气球嘉年华季的这个时间，还是在6日有这样的一个订房比较热烈的情况。那平日的是缓慢的一个进单。主要差异是在公司行号旅游，然后还有国外的客户进来，这些都是我们饭店住房率比较高的原因。民宿的业者认为讲，疫情了后，政府对东部的观光提出的诱因大大减少，才会造成这款的情形。不过，县府讲已经有提早布局。5月份就展开线顶的旅游展览，小介休热台东的热气球节，会长做60天。星空音乐会嘛增加到8个场次，毋但民众会当看，嘛有宣传去到外国，这些拢是提升观光的措施。希望能够把台东的业者这样子的所有的包装的行程啊，或是优质的旅宿的行程呢，能够让更多的民众通过线上呢就能够来订购。
官府强调讲，目前投入刺激观光的措施，甲疫情的期间比起来是搁较接。市经节目嘛会邀请去台东来翕。不过，旅宿业者希望中央甲地方政府在疫情解封、开放出国旅游了后，国内观光旅游业嘛是同款爱照顾。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涉嫌把国家机密的文件藏起来，互联邦法庭以37项的罪名起诉，是美国史上头一个互联邦起诉的前总统。昨川普出庭，嘛是强调家己无罪，因为机密文件牵涉到美国核子武器的计划。当地媒体是指出讲，川普若是所有的指控最后拢定罪，恐惊着爱封关400天。美国前总统川普因为卸任了后，查找真侪国家机密文件，还佫对找文件的官员讲白贼，去互联邦法院以37项罪名起诉。伊13去迈阿密联邦法院出庭，是美国头一个互联邦起诉的卸任总统。I think it's going great. I think it's a rigged deal here. We have a rigged country. We have a country that's corrupt. 川普伫法庭顶悬坚持家己无罪，不过根据起诉书，川普伊无经过授权，佮家己保留各项文件，其中还佫有涉嫌美国的核武计划，还佫有国家的安全。这文件毋但放伫川普伫佛罗里达海鸥庄园的国大，伊还佫摕互访客看，恐惊会危害到美国国安。红起诉对象还佫有川普一个私人的助理，涉嫌协助川普藏文件。The arraignment ended without his travel being restricted and without him having to surrender his passport. He did not enter a plea because he did not have local counsel present for today. 川普伫3月份才因为支付严请的封口费这个案件，予纽约曼哈顿地区的检察官提出公诉。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即边联邦起诉若是讲全数定罪，川普会罚款925万的美金，上悬的期限有可能判到400年。目前，川普还佫办批要来争取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的提名，而且民调有煞咧领先其他的竞争者。联邦法庭外口嘛组织真侪支持川普，因要来表达关心，不而个嘛反对者因正激动咧抗议，上尾啊去互警方抓去。公司新闻牛燕编译。5月7日，伫哥伦比亚一台小型飞机失事，包括机师在内有3个大人死亡，机顶4个囡仔命是真大。伫亚马逊树林流浪几啊天，5月7号发现，这4个囡仔拢平安。也毋过当初一只搜救犬威尔逊，因为行毋着路失踪也毋过有可能是上大先发现这个囡仔一路陪伴。最后，这只狗仔却失踪，搜救人员佮继续在找找。虽然涉及意外被救出4个囡仔送病了，身体愈来愈好，不过军方也无收队，亚马逊森林内边也有任务继续伫咧进行，也就是找因的搜救狗威尔逊。Se encontraron en un alto grado de nutrición y de deshidratación. De ahí viene pues el trabajo que hicieron los enfermeros de combate. Posterior a eso, el traslado de los niños hacia la ciudad de Bogotá, donde un equipo interdisciplinario de médicos。今年6岁威尔逊是一只比利时牧羊狗，涉及意外发生了，当局部署要甲200位军人、关注面的丛林专家，要个几轮只搜救狗，去伫飞机残骸4公里附近开始搜索。威尔逊是其中一位，不过因为地形复杂。湿，也佫有天气歹，威尔逊伫咧搜寻的过程拍无去。当团队找到囡仔时阵，有看到一寡证据，认为威尔逊可能是第一时间找到囡仔，而且佫陪伫咧囡仔的身躯边。除了附近有狗的脚印，根据囡仔送互军方的图，因内面有画河。Chuna y Wilson. Yo considero que se debe buscar a Wilson de manera prioritaria y usar los recursos que sean necesarios porque él cumplió con una labor muy hermosa que fue encontrar a los niños. 军方讲绝对袂放杀跋倒的战友，有民众伫咧家己家的门口打大字报，推特内面也出现一寡标题是为威尔逊加油，也个威尔逊是国家英雄。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法国今年1月到5月，拢有学生互霸凌、行底路的事件。法国教育部长马芳芳向下令，要求大专校院一礼拜就要举办1点钟的反霸凌的课程。也毋过法国教师工会是批评讲，上过赶紧，因根本未负准备，嘛批评这款上着就随便做的决策，效果哪会好咧？
法国伫今年1月和5月的时阵，有一个13岁的查甫学生和一个女学生，因为伫学校被欺负，和伫网络顶悬被骚扰去自杀，引起社会真大的关注。受到各界压力的法国教育部长恩迪亚耶，礼拜忽然间下令，爱大专院校这礼拜爱办1点钟的反欺负演习，帮助学生了解讲使用社群媒体应该要有个人的责任。受到来中学嘛爱照办，但是引起法国全国中等教师工会不满，批评讲教育部长这个决策伤赶伤老扯，无互因时间准备，而且想着就要做，效果嘛袂好。En dehors du fait qu'il n'a jamais répondu à la question des moyens. Or, on a besoin, pour prévenir le harcèlement, pour lutter contre le harcèlement, on a besoin de moyens supplémentaires, on a besoin d'adultes, tout simplement, on a besoin de surveillants, de CPE, de psychologues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Et là-dessus, il a quand même soigneusement évité la question. 另外，恩迪亚纳嘛要求全国7000间大专院校拢总340万学生的校长，若搁面对学校有欺负的事件的时阵，爱组成专案小组辅导需要帮助的学生。今年5月自杀的这个13岁查某囡仔林赛，伊有到维严书说明过程，一开始是伫学校和同学黑白乱骂，所落来伫网络顶嘛一直骚扰，而且有9个月遮尔久，互伊真痛苦，成绩嘛变歹啊，伊真侪摆求帮助拢无效。Au niveau du dialogue, on n'a pas senti vraiment affecté par la situation de notre fille. Maintenant, on attend. Au niveau des actes, on a invité M. le ministre à participer à la marche blanche. On espère qu'il viendra, qu'il sera présent. Mais pour nous, ce n'est pas suffisant par rapport au contenu du dialogue. 根据上新的调查，法国有10%的学生伫学校被欺负，8岁到18岁少年人内面有2成是网络骚扰的受害者，而且其中有51%是平均年岁才13岁查某囡仔。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过来消息来看，苏花公路第9线大清水面崩坑，今年1月因为崩山崩坑无法度通车，公路总局抢修已经恢复通车，最近搁要进行2期面崩坑的降价时间，所以10月开始要进行15天的交通管制。大清水崩坑今年1月叫大量的土石跌歹去，经过工务单人员透明修理，虽然已经恢复通车。不过现场面崩坑更替的架构还未完成，所以有当时也是有石头会落来。只是零星的1-2颗，并没有那些巨大的落石发生。所以说我们第一阶段的那些钢棚架已经有效的保护措施了。那我们目前是做现在就是第2阶段的一个钢构明隧道的一个抢修工作。为了要让大清水面崩坑赶紧完成更替的架构，公路总局为16一直到30会做时间的管制，离峰的时间。大工早起9点到下晡4点，每1点钟放行一改，提醒过路人来注意。我们管制的部分，北端是在大清水管制站，那南端的管制点在惠德隧道的北口。那么白天呢，我们是办理一些小梁柱一些的吊装施工。那么在夜间，我们会办理一些大梁的一些吊装作业。南澳工务单强调讲，报名要做吊挂工课较困难，所以暗时8点到透早4点，每2点钟开放一改。也若透早4点到早起9点，还有下晡4点到暗时8点，甲休困日，因为无时间会依次开放。按照今年10月底进前完工。记者综合报道。代替高雄机场的都市计划变更案，4月底通过都市委员会审议送来进步了。也毋过有部分环保团体是认为讲，目前的计划开发区伤过分散，绿地只剩一块一块是真破碎，会影响到生态。早起引起高雄市议会门口顶情，呼吁市政府应该集中开发保留绿地。加官摆啊，阁有人将家己装成树仔，反团10时透早来到高雄市议会顶前，诉求代替高雄机场开发案集中开发，保留原本面积大约9公顷的绿地甲相关文书建筑。里面的厂区文史有12栋，有2个移车台，结果只保留了3栋，半座移车台，连一半都不到。然后道路到处切割，代替高雄机场2021年迁去屏东潮州了后，原本所在准备做都市计划变更开发，4月底通过都委会审议了后送去内政部，但反团认为即马规划的开发区伤大，互绿地破碎化，唔但影响树木，嘛影响生态。黄鹂它们的生存环境需要的是大面积连贯的绿地，把这块绿地做了开发，整个连贯的范围用道路去做切割的话。
会让黄鹂损失天然的栖地。环团将有44个民团、2507人人数的定情书交予都发局。市府表示会将环团意见交予内政部二级一审。把植栽计划当作法定计划，995棵树的坐标，995棵树的应力，995棵树的所有的身份履历，完全都记载在这儿。因此，作为一个妥适的保存，环团认为全球当面临极端气候的考验，这时阵更爱保留绿地，呼吁市府规划开发的时阵，除了考虑都市发展甲经济效益，嘛爱思考要留啥物予后代的子孙。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隔代4亿的台中快捷巴士 BRT 的机电设备因为拢无使用，市政府决定要请厂商来拆掉。也毋过最近有民众就发现讲，市政府站卖票补票的机械拢专工家己包起来，佮特别有做彩绘。民众是质疑讲，毋是要拆掉咯，敢有需要佮浪费钱咧？台中快捷公车 BRT 机电设备藏9年无用，市政府伫咧今年追加220万预算准备拆除，但是最近伫咧市政府站，所有民众发现卖票机甲补票机拢去完全包起来，而且伫咧外观美化彩绘，用批评浪费钱。我觉得浪费钱啊，就已经用不到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包装？就快点把它收起来就好了。它包这样好看吗？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钱这种我们一些费用，就是讲我们缴纳的税金是希望能得到妥善的运用。台中 BRT 机电系统也个包括仪业查询机、加达机、收费闸门、多媒体显示机等等。毋但是将来无启用过，后续还阁甲厂商有诉讼争议。司法定诉到去年告一段落，因此准备启动拆除作业。市府表示，因为日前市府举办活动，配合宣传将市政府站暂体美化，活动了无广告的问题，因此甲保留起来，并不是特别包装。那未来策展的时间，我们会配合交通局的时程来办理。我们有初步跟他谈3个月以内必须要完成，我们自己的时间表大概会抓10月底前。要把它完成，最慢会在年底。交通局强调，目前40个站体，总共有233组机电设备要拆，已经要求厂商拆除作业8月展开，工期3个月，后续还有报废、移除、拍卖等程序。看几2年无用的 BRT 月台机电设备退场进前，搁起波澜，也引起了外界议论。记者台中报道。台南安平宝华有民众发现，讲一只石龟的龟壳顶头，放用红色油彩写一字笔。台南市农业局是表示讲，会甲保七总队甲海巡署加强取缔调查，嘛呼吁讲伫海里摸到石龟，就算是违法塑料，甲石龟掠来乞利，这算是虐待，会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来处罚。一只石龟挖进码头，收来收去真自在，但是真足甲看，龟壳顶头煞敢若互人喷漆，写一个福利。最近有民众去到台南的安平、宝七、南宝花，发现这只石龟，相片一个搭起伫线顶，遂引发民众的批评。佮较有人讲，这款的行为真正是教育失败。有些行为不能做在，不管是不是乌龟，只要是在动物身上，做在人可以，但是做在动物身上不一定行啊。漆本身就有毒。然后第二个，你已经抓绿蜥龟了，这2个就已经是不对的事情，然后又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教育失败。农业局表示，无经过主管机关的同意，凊彩野放野生动物，会当罚5万至25万。后手会甲保持的警方去找伫龟壳喷离的人。何况石龟是第1级保育类的动物，照法律袂当塑料甲虐待，抓到了后，佮甲喷漆，已经明显违法。若发现行为人，我们将依野保法处以6万块到30万的罚款。那另外会移送法办，涉及到行者的话，最高有可能会处以1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台南市农业局表示，后手会参保持警方去找人，同时嘛呼吁民众，若真发现海林野生动物受伤，会当通报海巡农业局等相关的单位来进行野生动物的救援。记者综合报道。
有南方澳的渔民最近掠到一只生甲真歹看面的深海鲨鱼——瓜布林鲨鱼800公斤重，是目前咱台湾捌掠过上大只的。伊的腹肚内底阁有细只鲨鱼，这只鲨鱼险啊，互餐厅买去。台湾海洋艺术馆争取甲买落来，要来正做海洋教育的教材，未来嘛会伫台湾海洋艺术馆来展出。一尾正大尾、喙齿正尖的鲨鱼，互南方澳渔船掠到了运到渔港，经过测量，长2公尺半，重800公斤，腹肚内还阁6尾鲨鱼囝。因为外形正特别，又阁正罕见，所以吸引真侪民众为了看。别讲100年，你话几十年、30、10年嘛，冇看见，冇看到嘢。经过专家认定，这尾鲨鱼是哥布林鲨，学名是欧式尖吻角，不是保育类的动物。规身躯的皮肤半透明，身体是粉红色，因为头型敢若是哥布林，所以安尼好名。又阁叫做恶魔鲨，是正赶路的鲨鱼家族，生活伫200公尺深的海底，和底大网渔船掠到。这只非常特别哈，可能这只是近几10年来抓到唯一最大的。因为目前我们台湾海洋馆有这个鱼，但是是比较小。一尾哥布林鲨甲鲨鱼囝，差一点互餐厅买起煮，表示台湾海洋艺术馆甲伊买起来，按算要甲伊做做标本，以后放伫咧台湾海洋艺术馆展出，做做海洋教育的教材。虽然目前不是保育类的物种，但因为非常的罕见，我们也是不建议说渔民去进行一些捕捞的行为。官府讲，哥布林鲨鱼虽然不是保育类的动物，但过因为正罕见，无建议渔民去掠。对这尾鲨鱼会当看到生物伫咧海洋生存的无容器，维护甲珍惜海洋生态，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大学申请入学早起公布分发的结果今年的欠业有16121个，是最近5档来欠业上侪一档。老牌的私立学校欠业是嘛真侪，文化大学是908个，淡江大学873个，民团大学821个台大、成大、清大等顶尖的大学欠业嘛拢超过100个。大学申请入学，因为减少少影响，112学年度总报名人数76112人，比去年减少5238人，要招生53856名，比去年减少将近2000名。结果38953人有分发到，欠业16121名，比去年增加5827名，是最近5年以来上侪。可能都有，可能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可能还是要去。透过高中那边了解。甄选会表示，详细欠业增加的原因爱阁了解，不过总报名人数一个减少5000多人，应该是主要原因。也若招联会指出，无排除学生甲家长认为，赛后的分科分发会较有机会产生白球效应。各个考生还是要考虑自己的性向，或者是自己适合哪一种管道，或是最后尊重自己的选择，不要再去用这个赌注的一个心态去选择考试哈。台大、成大、清大这排头前的大学欠业拢超过100个，也若欠上济，若照排落是文化908名，淡江873名，民团821名。另外，过册才审过112学年度都要停招的民道大学，嘛分发到4个学生。依规定，他就是看要注册入学之后，我们后续就是会启动在校生的一个安置措施。今年欠业比例超过50%的学校，嘛对去年的3间增加到11间。面对这种状况，申请入学的名额是不是要减少？教育部是表示，要等所有的招生管道拢总办了，才会去看未来要安怎分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乡村国小，因为挖海边啊，学校嘛结合海洋设计课程哦，学生就要通过过摆啊、拼海报啊，还有清社区的本色等挑战，才会当摕到毕业证书哦。校长讲，伊希望培养囡仔爱惜环境、加感恩。伫日头骹因拼命咧过牌啊，要完成头一个任务。过程中考验好长时间，敢有大巴？这毋是户外水上游戏，是台南北门乡村国小要互学生毕业证的任务。若要摕毕业证书，就要先通过过牌啊、
变海保顶考验。让我得到了很多收获，就是有去净滩啊，也有去帮社会服务，可以防止海洋把垃圾吃进肚子，锻炼囡仔的身体啊，体能方面啊，甲这个品性德性都可以合一。乡村国小甲外海学校将校本课程结合海洋教育，办小体人3项考验，完成个别任务，刷落去校长带头骑铁马，引起附近的海沙堡甲社区摒扫环境。校长讲，随网过程真硬斗，不过上界重要的就是要互囡仔有感恩的心，培养咱囡仔会当来关怀咱的社区，啊，再来回馈咱的社区，去咱的滨海游戏区，去遐甲海边的粪扫，甲一寡游客留落来物件，帮因捡的。少子化，佮加上渔村人口外流，今年毕业生敢若有4位。学校有完真注心，要互学生留下难忘的毕业回忆。学生讲，毕业前通过考验，可替家乡尽一份心，互因真有成就感。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大人有真侪民众拢会去海边佚佗，屏东的大平湾规划真侪活动，民众会当坐帆船游览，享受大平湾的风景哦。嘛举办帆船比赛甲音乐会来声观光客。帆船驶过一个又一个水上景点，游客若听人导览介绍，若享受大平湾的日头光、海风甲美景，真清幽。从香港来的，这是我第一次逗留在大鹏湾东港这边啊，大鹏湾真的很美，很舒服啊。然后在这个西湖里面，就是风浪不会太大，而且你看这种风帆马上过来，很像在那个外国的感觉。屏东县的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搭着旅游的季节到，结合当地出名的帆船，规划几个月相关活动来促进观光，带民众坐动力帆船去游赏海上教堂、跨海大桥等等一寡出名的地点。除了游大鹏湾以外呢，也带各位来海上教堂这边，带大家到全台湾唯一会开的跨海大桥，看一下我们的科可岛以及我们的滨湾之星。除了和在地业者合作，推广观光景点和特产，品管处嘛有举办帆船的比赛甲音乐会，就是希望会当吸引到各地民众来这体会到大平湾的水。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有学校开发一种生物工程 DNA 技术，会当刺激皮肤的修复系统，互空喙赶紧好起来。这款技术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未来会当减少受苦。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生物学家 Magdalene 当地用这患者暂管的皮肤组织进行上新的伤口收缩试验。伦敦帝国学院团队新开发一种叫做坎曼达娃娃负载转生分子，透过单一的 DNA 基链制作，会当激动体内修复系统，促进伤口复原。英格兰地区每年都有6万人受到糖尿病引起的脚部溃疡的痛苦，真侪患者到尾也就要截肢。其中有半数的患者5年内就会过身。这样新的技术对着因来讲，确实是真大的好消息。We put the sponge into the wound, and we incubate it for 6 days, and then we compare to see if the sponges with our technology has more skin growth into the sponge as compared to the ones without. 经过6天的培养，一般细部处理的伤口。差不多拢无生出新皮肤，不过经过坎曼达娃娃负载分子所处理过的细部，亲像抹一个无形的药膏，会当快速锁定空喙伫复原的时所需要的蛋白质。黄色的部分就是发出来新皮肤。人体受伤了，细胞会亲像蜘蛛，踮咧蜘蛛网顶头刷叮当，卡到伤口里面加完蛋白质价。这款的接触会牵动支架，叫醒内底的蛋白质，进一步互受伤的组织收缩。因为坎曼达娃娃负载分子。就是用来重现这种自然的复原方法。For current technologies, usually the way they deliver the proteins is either through a spray or a gel, so it doesn't really integrate into the wound. It degrades very quickly. But this one, so it can take on the shape of the wound if you like. 这样上新的空喙复原技术，嘛利用到纳米科技，所以嘛会当用伫无同的器官顶头，而且嘛会当更加精准锁定伫空喙复原。未来有侪应用的所在。公视新闻景元庆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
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